咱唔通拢要头家悬，拢看天顶啊，无要看下骹。所以咱时常前辈者做事拢嘛知影，拢嘛咧甲咱讲，迄切啊吼，若愈把水伊会安怎？头愈重嘛。迄水果若愈重身咧，绝对重愈加嘛，无可能入管空中嘛。伊拢要甲咱启示，拢要互咱去学习。做人一定爱较谦虚的，较有内容，较有内涵，较婉转的，拢咧甲咱讲这尔。咱拢袂晓去学习，咱拢知影哦，迄切啊若愈把水吼，伊会重愈加；迄水果若愈重呢，伊嘛会重愈加。咱人呢，一个人若有修养、有内涵。有品德，伊一定比别人搁当较佳。那安尼才会显露出伊的德性出来啊。所以你啊看过去的圣人先训呢，因拢嘛当作家啊，因无可能头家悬。所以咱是修行学道要学的，学谦虚，学反省，学忏悔，来大众今日。